後過世很早，張姐待她如母，姐弟情深。後來嬴夫人出嫁到了魏國，為魏太子妃。那年馬陵之戰，魏國被齊國重创，我大秦趁势出擊，奪得了魏國河西的大片土地。那時戰事的主要消息都是由嬴夫人傳递回母國的。後来事情泄露，魏太子，也就是当今的魏王大怒，将嬴夫人休婚，并将她驱逐回了秦国。那再後來呢？嬴夫人就再也未嫁。她自己雖然未曾生育，卻為大王撫養了大公主，並替大王掌管了後宮的一些事務。大王極其敬重她，就連先王后在世時都讓她3分。先王后過世前，嬴夫人的身子就不似過去了。先王后過世後，因魏夫人是先王後的親妹子，又有些長世之才，於是就名正言順地掌管起後宮的事務。嬴夫人為此就搬到了大王賜給她的北郊行宮去住了。依大監看，我是否該抽時間去探望她？嬴夫人喜清靜，不去也罷。夫人，雍大人来了。哦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你下去吧。是。雍瑞拜见夫人。雍瑞，你来得正好，快过来吧。雍瑞，今年呀，我这梨子结得特別的好，一咬一口甜水，就是不耐放。我這正想着挑點大的給你送過去呢，你就來了。夫人，前一陣子大王大婚，宮裡的事情實在是太多，我惦記着你，卻又抽不出身來。你若是再不來呀，我真的要惱你了。所以夫人才要送禮給我。即便送禮，那也離不了。洗洗再吃啊。雍瑞有負夫人。有你一日，我便高興。你何苦要說這些呀？那新王後仿佛很得大王的歡心。新王后端莊溫婉，不過我倒更看好她那個妹妹羋月。羋月，想起來了，大王大婚我見過她，那是個口齒伶俐的丫頭。確實。魏夫人特地把我叫回來，定是有話要說。魏妹妹向來都是最聰明的，今後何去何從，還請妹妹幫姐姐拿個主意。姐姐這是做什麼？你明明已處於不敗之地，何須我來拿主意？妹妹不必多禮。妹妹，你此話怎講？我說姐姐捨本逐末，跟那些黃毛丫頭置什麼嫌棄？她能蓋過您的，無非就是名分。您若是能在名分上爭回來，這後宮您說一句，強過她說100句。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姐姐若能盡早將公子華立為太子，這後宮您還用爭什麼？不錯，大王一向寵愛華兒。我若是姐姐，這時候就多聽多看，靜觀其變才是最好的選擇。可是，大王明察秋毫，姐姐久掌公務，平平安安，從無差錯。而新王后初入宮中，若有什麼差池，大王以後會更看重誰？可是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。大王要的是後宮風平浪靜，誰擾了大王清靜，大王就會嫌棄誰。姐姐真要對付他們，倒不如讓他們以為姐姐甘心服輸。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。
魏良人不愧是出身魏国，当真是有鬼谷子之才，得纵横心术啊！我这也是班门弄斧，大主意还要姐姐自己拿。夫人，彩绿，有话直说。夫人从来都对后宫的纠纷躲避三舍，今日为何要给魏夫人出主意？我们的母国在诸国当中最弱小，不仅要依附魏國，還要看其他強國的臉色行事。我在宮中同出一轍，既不能得罪魏夫人，還要看其他嬪妃的臉色。母國國君盼我能在大王面前說上話，父親母親盼我能在後宮左右風遠，真是難吶。可給魏夫人出主意，就會得罪了新王後啊。魏夫人向我討主意，我怎能不敷衍她？新王後是不是得罪得起，還要看。再說，我給魏夫人出的主意也算不上任何主意，不是嗎？是。老婆子，哎，公子今日如何呀？好多了，喝了碗粥，也能起来走动了。哦，多给咱弄点蜂蜜水，那東西養人。哎，啊。你身体还未痊愈，應當躺着，喝碗蜂蜜水吧。老伯，我在你這裡已經住了多日了，請你告知我的傷到底怎麼樣？公子命大，雖然受了傷，但不致命。那我是如何傷的？在秦國的時候，我在河邊遇到了你，你一身是血，身上有傷。後來啊，我把你背回了家，替你療傷。我們養蜂人居無定所，我就帶你到了這兒。那這是哪？這是魏國呀。魏國。哎，這兵荒馬亂的，幸虧那日啊，你遇上了我。不然你早被野狼撕巴着吃了。老伯說在秦